面對香港咧邁向超高齡化社會啦，我歡迎咧政府為長者提供更多嘅社區照顧同埋啲支援嘅措施，亦都係借助科技咧係解決一啲以往嘅痛點啦。咁就住政府提交嘅文件咧，我有以下兩個問題咧係想跟進一下嘅。咁首先呢，就係文件提到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咧，就喺25-26年度咧就服務緊約3萬幾名嘅長者啦。咁想了解一下咧，有幾多長者係輪候緊個服務呢？咁有冇邊一區咧其實係佢要等得係最耐嘅呢？咁我係好支持咧，係加強呢一個嘅醫社合作，咁為呢啲較高風險嘅長者咧係提供支援。而因為新界北咧目前其實未有一個聯網啦，有好多長者咧係都要跨區睇醫生同埋覆診。咁想請問政府會唔會考慮咧係將新界北係列為下一輪優化措施嘅試點之一，嚟加強咧對長者嘅支援？咁另外咧亦都係關於政府試行呢個鄉郊地區無人機送餐嘅計劃。咁因為新界北咧有好多偏遠嘅村落啦，咁住喺村入邊長者嘅數目咧其實都唔少嘅。咁我好欣喜咧聽到局方頭先都答到咧，就會將來考慮咧會繼續推展到去新界北啦，唔同嘅鄉村，咁令到咧係更多住喺呢啲偏遠村落嘅長者係受惠。咁我想係再跟進一下咧，係試驗計劃咧，亦都提到會聘請村內嘅婦女咧係擔任呢啲兼職嘅派送員。咁呢個咧係既可以創造就業啦，亦都可以促進呢個鄰舍嘅共融。咁局方會唔會考慮咧係透過一個專項嘅撥款資助，係將呢套模式咧發展成一個由政府資助、科技配送、村內婦女咧係派送嘅一個社企嘅模式？咁喺改善長者服務嘅同時咧，亦都係為婦女提供一個穩定嘅一個就業嘅機會。咁另外咧就係鄉郊嘅長者咧，除咗膳食之外咧，其實佢哋都長期面對住呢個睇病難同埋攞藥難嘅問題。咁未來政府咧會唔會都研究將呢個無人機嘅配送服務咧係由送飯可以擴展到去送埋藥？咁甚至咧係配合呢個遙距嘅醫療，徹底解決咧呢個鄉郊長者咧獲取基本醫療物資嘅困難嘅問題。好，局長。主席，應該有啲嘅請阿莊秘書長幫手去補充，尤其是係同醫管局嘅相關合作。關於係無人機嗰個配送咧，多謝議員認同呢個計劃啦。咁我哋咧而家我哋係試驗階段咧，我哋係由嗰個機構係承辦我哋嗰個區一啲嘅社區照顧嘅服務嘅機構咧，去承擔嗰個嘅費用嘅。如果日後佢可能有一啲即係呢個計劃真係行得通嘅話咧，咁當然你會涉及我哋整體一個嘅合約上面有啲更改，例如一個嘅每個月嗰個係咪會有啲喺個合約上面係咪可以租用啊，或者有啲嘅採購嗰啲嘅條款係咪可以去用咧？咁我哋會去傾嘅。咁因為我哋但係係咪用專項基金？我估就未必需要，因為咧佢我哋期望佢一個整體一個嘅我哋每年俾一個指定嘅撥款俾佢咧，係一個一筆過撥款咧，其實佢可以有一個彈性去自己去調節。咁我哋聽翻啲機構所講咧，佢呢度慳咗呢啲人手咧，其實都係用翻喺嗰個機構另外一啲嘅安老服務裡面。咁就可能變相請少咗其他一啲或者向外減少咗請外勞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好事，因為佢係可以以往要需一個人由個中心直接送到個飯去個鄉村老人家手上，而家咧就可以由無人機送到去鄉村村口咧，由嗰個村裡面可能一個阿姐幫手攞去送俾當村裡面嗰老人家咧。咁呢個其實就係慳咗一個職員喺個中心去到佢條村嗰個直接個人嘅成本。咁所以我哋我哋都會係會整體會檢視佢嗰個嘅嗰個成本個變化係點樣咧，去再同佢哋傾嘅。咁另外一啲，我請阿莊秘書長。好，莊秘書長。主席唔該晒。無人機嗰度我都補充少少啦。我哋依家係喺現有嘅成本同埋撥款底下，佢去發展呢個無人機送餐嘅試行服務。所以我哋係喺資源不變嘅情況底下咧，佢額外做咗多啲嘢。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計劃咧，睇到個成本效益，睇到個成效，咁我哋可以做多啲服務。咁喺減省成本嘅同樣嘅情況底下，同樣嘅撥款，我哋希望可以嗰個 NGO 可以做多啲服務啊。一個係增加 quota 啦，即係嗰個名額啦；第二就係提供多啲服務，譬如話陪診啊、家居清潔啊嗰類嘅服務啊。所以呢個係一個成本不變、服務內容同埋嗰個名額增加嘅一個措施嚟嘅。我哋希望遲啲會睇到多啲嘅成效出嚟。好啦。至於呢個送飯係咪可以擴展到去送藥或者其他呢？嗱，我哋一條航線呢開通咗之後呢，我哋
即係喺驗證咗之後，佢係可行可靠嘅運作咧，係有空間係擴展到去其他服務嘅。一條紅線，佢送飯都係兩餐之間，即係可能係中午同夜晚、傍晚嗰段時間啫。其他嘅時間佢係其實係可以拓展其他嘅業務㗎。呢個咧就係將來嗰個我哋叫嗰個協同效應啊，做咗之後咧係有機會去，譬如可能係一啲送藥啦，或者係其他購物啊，直情係有啲人喺網上購物就透過無人機送入去就好快，或者喺呢啲緊急嘅情況之下底下咧就送咗一啲緊急嘅物品入去啊，呢啲就係將來可行嘅。咁但係依家最關鍵嘅就係我哋試行咗之後，確定咗呢個航線係可靠同埋安全嘅嚇，呢個就有一個空間。至於嗰個離院長者支援計劃咧，就其實就冇一個排隊嘅時間嘅，因為佢係長者入院咧，醫院就會主動去睇啊個仔細嘅運作。主席，我可唔可以請一請醫管局嘅 Dr. 梁同我哋解解？Dr. 梁係，你或者簡單補充下好嗎？唔該。係關於呢個長者呢個離院支援計劃咧，咁其實就係我哋嗰個評估小組啦。咁喺個長者高風險嘅長者裏邊咧入咗院咧，咁啊喺佢出院前會做一個規劃。咁其實咧喺當時就已經決定佢可能出院之後需要有啲咩支援嘅。咁除咗呢個離院支援計劃咧，其實我哋即係醫管局亦都有其他嘅服務去配合翻，可能有啲離院之後嘅熱線電話啦，有呢個社區外展隊又增加呢個嘅服務嘅，同埋亦都咧可以透過即係轉介去社署咧，就去得到其他嘅服務。咁所以一般嚟講，我哋都係見唔到有個輪候嘅時間嘅。